新德县水源休闲农业区内底乌鱼产销班，当年有10万多尾乌鱼产量，创造超过1亿的产值。不过，这渔民也讲，受到这气候变迁影响，温度是愈来愈悬。那这乌鱼的数量，这几年是愈来愈少。那准今年和去年来比，这乌鱼的数量是减少要到2成。那准今年和10年前来比，是减要到1半。早起5点，趁天色渐渐光，渔民来到渔湾啊，准备来收成。新德县德北地区有10外户饲乌鱼的渔民，当年会当有我10万只的产量。今年受到天气温度影响，乌鱼数量比去年减1成到2成。伤热啊！天气影响较少，到今年啊减到1-2成的，剩看有10万无。乌鱼的产季的话，它都是大概是2个礼拜到3个礼拜之间了哈。如果渔民最担心的抓是看天吃饭的一个行业了。如果是天气忽冷忽热，他们是最怕这个因素哈。渔民讲，除了天气影响，这几年饲料、电钱、人工成本直直起，乌鱼子的利润愈来愈低，所以当地有不少渔民会把部分的渔湾啊改换做饲白虾，也影响到当地乌鱼数量。即马大家迄个，因为饲乌鱼吼，爱饲3年的时间，迄个较无利润。啊，即马大家渐渐有小可理解，就是讲迄个分量白虾，就是白虾的量会比较多。哦，迄个白虾的量会较侪啊，迄个乌鱼拢会减少安尼。啊，因为饲乌鱼就是算讲利润较无遐好安尼，啊白虾利润较好。其实过去德北地区乌鱼产值有我1亿4千多万，不过因为成本增加，以及渔民年岁愈来愈大，无人愿意接手。乌鱼产值是一年比一年较少，有渔民这几年也开始咧改造，转型去做休闲观光。记者狄君豪，新德报道。